来继续来看这件，这是郭文泰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陈志涵，是来指控着赖清德某一个后援会会长牵涉着暴力，讲过去捌来恐吓住户，甚至讲拍社区管委会成员。互指控的这个当事人是伫咧面册点出着部分的判决书，讲伊是互判无罪，但是详细看这个判决书，其实伊是互判拘役45天。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回应讲，当事人家己会来说明。来到台中支持赖清德后援会，赖清德边这位请假的查甫人是新来台湾基金会总会长，不过今麦红掠到有恐吓记录。他过去因为涉犯了恐吓还有毁损罪被提起了公诉，然后呢，他又非法的雇佣了一些保全人员，没有给予在职训练等等，所以最后经过了台中市政府依照保全业的相关规范被裁罚在案，而且这个保全业呢，它已经是被申请废止了。国办发言人跳出来指控，一个保全产业省长负责人，不涉嫌恐吓拍管委会干部，无互生理就得拍。当事人伫咧面册法院往后公开判决书，讲案情经过法院判决，讲家己无罪。不过真正看判决书，伊嘛是互判决45天。昨日在收到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上理事长，理事长也表示，他将亲自出面回应，厘清事实。赖副怎么看你的后援会会长被民众党指控涉嫌暴力恐吓？会不会被觉得泼脏水啊？赖清德无特别回应，不过民众党嘛无按什么回准过，佮一摆这期民进党公职嘛bắt着乌。民进党里面的很多的党公职干部，大概有超过20%的人可能都有相关的案底。直接点名，民进党两项案底，一个指控，和民进党立委真无欢喜。这是一个毫无证据的指控啊。然后我们希望民众党应该认真的面对自己现在被外界指证莉莉这些染黑的问题，而不要再用转移的焦点。民进党也有很多的人员的相关记录是在网络上头的，那么这边逐笔去搜寻，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长才。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民众党，婆婆看到每一个人拢有一段过去。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